新決賽會同澳洲爭冠軍。第100次代表南韓國家隊上陣嘅朴智星，禁區裏邊被撞跌搏到12碼，基成容操刀射入，為呢一場日韓大戰揭開序幕。本田圭佑傳俾後上嘅長友佑都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最後前田遼一快對方一步射入，日本喺36分鐘攀平，1-1嘅比分維持咗成個下半場，逼使到兩隊要踢加時㗎。喺加時嘅上半場，岡崎慎司為日本搏到12碼，本田圭佑起腳被救出，仲有世貝萌保重，為日本反超前2-1。以為晉級在望啦，點知去到下半場嘅補時階段，南韓一次罰球機會，禁區裏邊一輪混戰，後衛黃在元大腳抽入幫南韓追平2-2，將場波帶到去最殘酷嘅決勝方法。4年前嘅季軍戰，日本互射12碼輸俾南韓，呢日終於報翻一敗之仇。門將川島永志做英雄，帶領日本互射12碼贏3-0，總比數贏5-2，躋身決賽。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報道。